澳門綜合2025總錦區小龍賽公開組200米第一組嘅總決賽賽事咧係順利展開㗎啦。哇！喺啱啱起步就已經係見到咧有龍舟係開始慢慢拋開其他龍舟嘅，開始拉開一段距離啦。咁啊見到係3號嘅東利建設啦，以及係5號航道嘅東莞新寧機龍舟隊啦，係開始慢慢去拉遠㗎。咁啊去到70米嘅位置啦，依然都係3號航道嘅東利建設處一個領先嘅位置嘅。6號航道佛山市順德區流清企業同俱樂部咧，亦都係處於一個執輸嘅位置喎。咁好啦，個個都已經每一支龍舟都已經經過咗100米嘅位置啦，咁啊亦都係向住終點前進發。咁啊2號航道嘅建業體育會咧，亦都係緊追其後唔放過㗎。咁啊同埋1號航道嘅漁龍法同新龍舟隊咧，亦都係啊。咁啊率先衝線嘅係3號，跟住就係2號同埋4號，嘅以及就係1號、5號同埋6號㗎。咁啊2號同4號啦，建業體育會啦同埋。